你是否經常在親密關係中感到進退兩難，既渴望全心投入愛情，又無法完全信任對方？這種矛盾可能源自童年時期形成的特殊依戀模式。今天我們將從成長經歷出發，解讀那些影響你親密關係的潛在因素。表現一：情感需求的擺現象。時而過度依賴伴侶的肯定與陪伴，時而又極力主張完全獨立。這種在黏人與疏離間的劇烈擺，反映的是童年時期照顧者回應不一致所留下的情感記憶。表現二：信任建立的障礙。即使伴侶表現可靠，仍會不自覺尋找可能背叛的蛛絲馬跡。這種過度警覺源自早期與主要照顧者間未能建立的安全感基礎，使得成年後的親密關係也蒙上懷疑陰影。表現三：矛盾的情感表達。在表達愛意後立即感到不安，或在接收關愛時表現抗拒。這種別扭的反應模式往往與童年時期愛與傷害並存的複雜經驗有關。童年根源分析：當幼兒時期的照顧者時而溫暖回應，時而冷漠拒絕，孩子會發展出既渴望親密又害怕受傷的矛盾策略。這種早期適應方式往往會延續到成年後的親密關係中。修復建議：辨識特定觸發情緒的關係場景，區分過去投射與當下現實，建立漸進式的信任練習，尋求專業關係諮商協助互動提問。你在建立信任時最常遇到什麼困難，或是你曾經如何改善自己的依戀模式？歡迎分享你的經驗與見解。